过去咱逐年差不多拢有举办4月2日吼，中山好友先后，咱一年大体就是讲，嘛是讲会当做2遍吼，一个是9月初8，一个是4月1吼。9月初8是签约的，中山好友签约的吼，4月2日是先后的一年，吼所以我想全世界啦吼，咱虽然人真少，但是我是全世界有纪念这个吼。用这个4月2日，你做一个真有意义的日子，而且你讨论的，敢若咱一件，全世界，所有台湾，我是敢若咱一件吼。而且我想深深的意义，咱会当等下来做到分享吼。今仔日除了就是讲这个4月2日中山先后以外，吼，这个意义以外吼，咱还佫有2、3项代志要做，讲4月25。台湾最近佫进一步的发展，就是讲这个人民政府因开这个全世界这个大会，咱伫现场有做一个真大的决定，就是讲做要派一个台湾人去驻在美国的代表吼，即摆伫现场。等伊有大家报告吼，伊叫大家报告吼，是。咱到目前行到什么程度？吼，咱真诶啊假诶，也是讲各国要安怎行吼？咱这主要是咱大家做这个代志吼。过来就是讲，若佫有时间啦吼，过来咱甲大家报告讲，咱即马有咧佫马英九真正伫中山咧建庭遮吼，过去讲建庭伫迄个华盛顿 DC 嘛吼，即马建庭伫遮，大概6个，吼，所以。等下大概这3个酒店，甲大家。我想咱即摆安尼吼，因为人家伊是对徐卡哥吼，等于台湾，即摆往落尾要等于徐卡哥，遮特别甲咱吼见面安尼吼，咱会当对遮开始吼，大家小可介绍一下吼，才对开始。我先请大副教授，我姓张吼，我住伫。去做啥？大名啥讲出来好我这个 team 我专教练吼，我无去做啥，我做去佚佗。这句话做啥？我做我这企到做开始做班队时，呀，我先讲语讲，呀，我2年前退休，我本来在病院咧做代志，呀，我在台湾市场办嘛是做。我先过准了，我住福利梦吼，我已经退休。叫我讲的。讲的。哦。台南人。台南人。我先孙高雄的草地人。高雄哪位？高雄迄英文叫做什么大？即马讲后边改做大厦。我以前去过高雄玉山哦。哦。哇。贵些吼？双口吕秀莲的吕。吕哦，我吕。我玉山高雄中足济人。哦，你现在高雄中啊？我高雄人。哦，即马。我是高雄人。我有喝第一届。哇。又聊一个。你毕业是168。我73。我叫陈达，我退休的时候。无啦吼，基本上我比你遐老啊。我感谢。感谢。我叫林寿官，我有哪退休的房地产。房地产该当退休，我那个叫小人，那当退休。钱趁啊收者，大家退休啦，是啦。唔是意思，厝内以前你看法。这个小客顿是。我款啊。我金川的哦，我是台中市，台中市。我读土木，
为较点外钟，所以耽误少时间。无啦，这位，这阮知影。感谢。是啥？我姓陈吼，我是台湾县县法陈家囡仔，土生土长。就是我1956去桃区，西人也住20档，我就落发现台湾住3档，阮太太过世，所以我移民来31档来者。我是人欠债，从这人的公司，这整顿公司业务若袂好势吼，就是阮来去来整顿，看伊原因，啊，该提建议，该困难。目前是我是咧饲鸟啊，我是饲鸟者，后生去饲鸟3年。这个金丝雀，啊，阮即摆开鸟店，就是讲内底干那鸟啊，种种无共款的鸟啊，啊，伫饲鸟，伫趁即个退休了的生活，在这种啊，着拢用手甲饲吼，所以讲会当放松。是啊，拜六请恁来遐啊，来参来要看啦吼，啊我厝有底是一个5个甲迄个晚上3个，广告所以袂了，即摆等我厝我就是我迄个，所以即摆拢伫啊，就是袂使走啦，袂用走去，鸟大家要食。这是什么人咧管？即摆是阮太太做主体。我是头把伊手，对头手啊，所以，安尼啊，阮两家头就是5个查甫3个查某，即马做艺术。哇哦！啊，当然你就是当来阮兜做这个最后一个。就是迄个金丝雀英文。Canary，呀，啊，你有这种，这么大只世界，啊，中的。会跟人家分到台湾有无讲？我就是12个5个甲卖去，啊，手中有钱，拄啊有一寡钱，所以迄阵拄啊咧办，当前拄啊开始咧招募的时阵啊，我会晓甲人。看落去吼，是对我啦，袂做钱啦，啊，就是迄阵就讲有这理念，所以啊参加落去，到尾今年到第4年，即摆是第5年，啊，非常困难，咱迄阵嘛有想讲要来这只发言，啊，但是含有这个财力甲人力，哦，敢若有钱袂使，爱有人。无人做过代志，所以了无团，12个5个去跟他联系这个所在。所以我即摆来该做一摆，是不？所以我即摆来要讲是讲正式讲的，就是我是前当事人，哦，即摆是当事我是无来，因拢都该做了，佮前主落去。啊，这人是拢有钱的人，都唔对，但是完了一站了，完了感觉讲较食力，较大要掌握。即摆。这个大环境的关系咯，大环境就是讲，这个平面媒体愈来愈无法度生存啦，含3B4或者嘛咧卖嘛吼，啊所以即摆改做迄个电子媒体，啊即摆为了要当生存，继续生存落去，即摆一礼拜出4日尔，出4日啊迄个野线点钟，台湾日报本来是甲台湾日报。但是台湾日报迄个台湾已经是2004年啦，关系很关键啊，迄阵可能有人要去，成功也要去去啦，但是因为社会讲，这无你负啦，啊我即摆水灵甲你负遐济。